云林口湖乡的庄文国小为106年开始来推动着这个丘陵啊甲人捕地鱼的课程，有一个学生自防疫，真认真咧练这两项传统的技艺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这2年有真侪比赛拢取消了。这位同学讲，希望有机会会当参加着比赛，为学校争取公赢。 口湖庄文国小的学生自防疫当咧表演风雷的各种技术，看起来真厉害。因为那会晓风雷，阁会晓捕地鱼，担任捕地鱼当中口碑的重要角色。风雷和捕地鱼拢是伊的兴趣。越高年级练的动作越难，接着努力练习。那个表演完布袋戏回来说很好玩，我自己就想说，我参加自己练练看，然后之后就觉得蛮好玩的。 我在里面学会了变身的这些技能。即马甲风雷佮捕地鱼当作兴趣的囡仔已经真少，会使有正向的兴趣，对学生的发展来讲真有帮助。伊的同学平常时嘛会到口湖国中练习风雷，佮会晓真侪高难度的动作。他的扯铃技巧很厉害，然后会常常去别的地方练习，很认真。 就是我先去参加布袋戏，然后回来之后就跟他们说很好玩。口湖庄文国小自106年开始推动风雷捕地鱼的课程，希望让偏乡的囡仔有多元正向的发展。这些都是传统的一个技艺，所以一方面是让孩子多一些接触各方面的活动。 那有接触，其实孩子都会增加他的体验。期待未来这阵介意传统技艺的囡仔，拢会使透过课程和训练，来为家己争取公赢。